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1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申命记16章18节到20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看顾义人。伫出埃及记中间，对摩西提出质疑，迄个人伊问讲：什么人立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？这是伫出埃及记中间真明确的一个职务，就是讲上帝所设立做伊的仆人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以及用公义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角色，也是咱知影摩西受呼召的职务。伊正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首领，并且为着以色列人彼此中间的纷争做审判官。咱伫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6节中间看到摩西的长人叶忒罗对伊的管理提出更较有效率的建议，就是将审判权来放入设立更较侪的审判官，来帮助摩西管理以色列人。咱伫申命记16章18节到20节嘛安尼看到，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徛起的城，为着逐支族任命审判官甲官长，因着照公义来审判人民。恁审判毋通颠倒是非，毋通偏袒，嘛毋通接受暴露，因为暴露会互智慧的人变成做痴迷，佮会歪巧正直的人的正事。恁着追求公平正义，互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久长徛起。彼得的批信也劝勉基督徒都爱用同心同情，佮爱彼此相听，亲像兄弟姊妹共款。因为这是基督徒受呼召的职责，就爱彼此相听，互相祝福。对遐个对咱无好的人，佮较是爱用祝福来回报。因为有时阵遐个无礼貌的行为，也是言语，并无代表任何的意义，真有可能是出于对方的成长、生活环境的影响。这嘛真有可能，因只是亲像迄个要来保护家己的动物，来暗藏家己的心内的空虚、惊吓，保护家己的面子。前礼拜六，牧师伫教会工地，因为一台货车来挡着我工作的所在，我就上车来闪动迄台货车，工人就冲过来，对我就开始骂安尼吼。其实我无质疑伊的态度啦吼。我伫闪好车了后，我就开始我的工作。伫昨昏呢，我搁伫工地搁拄着共款迄个工人，伊咧工作，伊就一方面咧观察我，看我安尼家己签沙搬水泥，开始用手工来调水泥沙。一边搁另外一个工地主任的助手也看到，伊马上摕出迄个电动咧拉的即个机器，互我使用。这个工人看到了后，就过来讲：牧师，你若要水泥沙浆吼，我会当互你啊，我调的是好料的安尼吼。我甲多谢，并且甲讲吼，我这都调好啊吼，用完我才搁甲你讨安尼啦吼。结果吼，伊安尼无讲第二句话，就摕拄只迄个工具，替我用手逐工来调我要爱的水泥沙浆。其实你会当看见讲，其实伊的心真好，只不过是可能前一摆伊安尼拄着迄个情形，毋知要安怎，一个真本性的一个反应而已。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，提醒
这个提醒真正是咱伫生活中间必须爱注意的，就是讲用祝福的心来回应所有人，包括遐个对你无好的人。这是基督徒的号召啊！而且上帝嘛咧看咱呢，因为伊照顾、看顾义人啦吼。经文讲，总讲，恁拢着同心同情，相听，亲像兄弟姊妹。有仁爱、仁慈，心存谦卑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。因为恁是为着这个受号召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若爱性命，爱过好日子，着禁家己的嘴，无讲歹话；禁止嘴唇，无讲诡诈。着拒绝歹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，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会耳孔听因的祈祷，毋过伊会对做歹的人来变面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的人会住伫你的布片？什么人会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伊无陷害朋友，伊无四下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目睭藐视做歹的人，毋过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手抓虽然家己吃亏嘛无改变，伊钱招人毋是为着利息，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。做即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。感谢主呼召阮成做你的仆人，恳求主帮助阮学习成做一个愿意甲上帝的公义同行，用和平相款待，用祝福来回应，成做别人祝福的义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